喺講呢兩個字之前，我想問下大家，點解將做事唔認真就叫做馬虎呢？呢個典故出自喺北宋嘅一個畫家。有一日，畫家喺度畫緊虎，佢嘅朋友就過嚟請佢畫馬。個畫家咧就隨手喺虎頭嘅後邊就加咗個馬身。朋友就問啦：咁呢隻係馬還係虎呢？畫家隨口就答：馬馬虎虎。後來咧，佢就將幅畫掛喺屋企，對個大仔就講係虎，對個細仔咧就講係馬。有一日，個大仔出去打獵，就將隻馬當成係老虎就射死咗，結果咧就要賠錢俾人。個細仔咧就將隻老虎當成係馬去騎，就俾隻老虎咬死咗。就係因為呢個畫家做事唔認真，就搞到家破人亡。從此咧，馬虎就成咗做事唔認真嘅代名詞啦。咁馬虎如果用通俗嘅粵語嚟表達，又用乜嘢詞呢？冇錯，就係呢兩個字，乸西。乸字雜韻記載為陰雅耳也，西字說文解釋為西避足器也，同呢個西字就一樣意思。有觀點就認為，古代釀酒工藝過程啊，用西過濾酒渣之後，剩低落嚟嘅都係啲粗糙冇用嘅嘢。後來咧就引申為不精細，做事馬虎，於是咧就有咗粵語乸西呢個詞啦。